準備3、2、1，開始。嚟到5月14日星期三，依家係下晝1點03分，仲有5個幾小時呢，就會開跑今晚谷草9場賽事嘅第一場。而今集節目呢，叫做西華三寶台，就梗係介紹三寶。今晚我會同大家介紹第一口三寶，即係第3、第4同埋第5場。咁3、4兩場呢，我等陣間會簡短講。依家呢，就睇第5場，逐隻研究下。第5場呢，即係三寶第一口嘅尾關，係由第4班馬跑呢個1200米，出馬12匹。先睇睇12，佢叫做聖托里尼，排個2檔配巴道。新馬賽嘅時候呢，呢隻聖托里尼表現就相當優秀，跑5場，1 win 1個第2，3個第3名，所以呢，佢就編入4班，評57分起步。唔知點解呢隻愛爾蘭嘅4歲馬咁後生又健康，新馬表現咁好，編咗入4班，表現就不濟，係咪真係不濟呢？我覺得呢隻馬可能呢，新馬賽嘅時候跑得好，因為呢隻係長途馬，唯一解釋佢係長途馬，所以編入4班，跑1200、1400，路短啊，路短表現咪不濟啦，同埋幕後都唔擺錢落去，咁就死得啦。所以當呢隻馬呢，嚟到今個馬季季尾，你會見到佢越跑越長嘅時候，尤其是呢，踏入咗5歲，話唔定先至由低位反彈，贏到你唔信啊！呢隻聖托里尼今場跑1200都話路短啦，咁跑長啦，咁話唔定呢隻係長途馬嚟㗎。11叫做新力，今場排3檔配上賀銘年，嚟自鄭俊偉馬房。鄭俊偉未夠數嘅，都仲要贏馬先得，咁都樂觀嘅。新力紐西蘭4歲馬已經上陣19次，你留意翻上個馬季季尾喺5月一贏就贏2場，仲提早唞暑 ，OK 嘅，贏咗2場有晒交代，留翻今個馬季再增添勝仗。見到呢隻馬呢已經上陣啦，即係今個馬季跑咗9次，上陣嘅次數唔多，嚟到季中接近季尾，可以得以保留較多嘅體力嚟到應付比賽，係好嘅。而睇翻最近2場跑谷草1200，分別排4檔同10檔，你睇下佢排檔好啦，排檔好表現更加接近，因為佢能力唔係太叻，但係跑谷草1200又路有專長。加上依家佢嘅評分就49，所負嘅磅呢亦都比較輕啊，同埋佢嘅跑法呢，你睇翻季初落腳偏慢，但係嚟到接近季中呢，佢落腳就轉快，證明佢嘅狀態已經起咗，準備好。而今場呢，佢個檔位有3檔喎，咁124磅跑法機動前置，咁着數晒啦。咁睇下有咩對手可以威脅到11號嘅新力，新力係正路之選啊。10號知道長勝，季初贏嗰場馬呢就精彩到不得了，不過係谷草1000，呢隻馬跑谷草1200唔係唔得，就可能呢就渣渣地啊。始終1000叻過跑1200，所以今場呢，佢就成為咗39倍隔夜飛嘅大冷門。因為佢近2場都跑爆尾，今場如果嚟個大變身就無話可説啦。9號馬叫做金匯千歲，排個9檔，配上艾少禮，有啲隔夜飛喎，12倍喎。咁點睇佢嘅機會呢？初出跑田草1000直路，出閘慢喺個包尾，但係末段呢追上嚟跑第4喎。呢個第4呢，只不過輸俾頭馬個零身位。當日初出呢，佢就103倍嘅。睇下輸俾咩馬？跑第1美麗老窩，跑第2嘉應駿馬，跑第3龍騰飛翔。都係一啲比較水準低嘅馬，咁佢再出呢已經係相隔咗5個月啊。點解冇5個月冇上陣呢？咁睇翻佢嘅傷患記錄會穩陣啲，冇嘢喎。亦即係話呢隻紐西蘭3歲馬初出有段幾好嘅追勢，但係可能佢嘅進度未得，咁等佢休息5個月再跑啦。佢休息5個月再跑又唔係跑沙田，而走嚟跑谷草1200。
有啲飛啊17倍，結果呢跑第6，出閘居中，最終跑第6，輸俾頭馬3個零身位，但係做足嘅時間1分10秒10，時間普普通通啦。睇下該場頭馬係邊隻，叫做富心星，跑第2天外迎天，而跑第3咪就係新力咯。兩隻馬再度碰頭，似乎呢新力嘅機會呢就高少少啦。8號馬叫做維港激流，隔夜飛14倍。嗱，今場排10檔啊，班德里騎，咁啊點睇佢嘅機會呢？嗱，呢隻馬上個馬季呢就跑2次就大敗，今個馬季就總共跑4場，當中有幾個月冇上陣，咁啊一定要睇傷患記錄，發現佢嘅右前腿不良於行，因而退出賽事。腳有時再復出，表現都係差，咁但係谷草啊輸近，有冇機會呢隻馬跑谷草啊特別出色呢？咁啊，所以隔夜飛呢都有少少追捧飛嘅。嗱，除非呢，佢係有好好嘅質素，否則腳曾經有時跑谷草轉急彎，一旦傷患復發，咁啊輸到無影無蹤噶啦噃。但係如果佢擁有高質，腳嘅健康已經完全好轉，咁呢啲就係不明來歷物體啊，可以殺你一個措手不及。咁啊呢隻馬可以估估下。7號連冠王嚟自廖康永馬房，隔夜飛15倍啊！呢隻澳洲3歲馬上場初出跑谷草1200，沿途一段都冇跑，接近包尾，所做出嘅時間比起嗰隻金梅千歲都仲要差，咁啊識揀咯嗬。跟住呢，就係6號叫做領航破浪，隔夜飛都83倍。佢有個黃金一檔，隔夜飛都83倍，都無謂花時間撳入去睇啦。5號有紅利排11檔，嗱呢隻馬有啲前速㗎噃，咁啊最近跑谷草1200跑近喎，近4場分別得到第2、第3、第4同埋第5名，其中有2場排1檔，2場係排7檔，但係呢隻馬今場呢排11檔喎。我哋需要嘅三寶係頭馬，三寶要跑第1先得㗎。咁如果尾關跑第2，當然可以收安慰獎，但係安慰獎都唔知有冇1/10，咁所以有紅利冇乜冠軍相嘅時候就唔應該揀啦。你話佢有冇能力跑入位置呢？絕對有。有冇機會贏馬就要睇出閘能唔能夠把握到機會啦。佢出閘夠快，貼咗埋欄，順住放俾佢走進咗呢，話唔定會贏。但係呢，出閘即係機會得就得，唔得就可能3甲都冇啊。4號起眼光，今場有啲隔夜飛喎，因為潘頓騎啦，係第3熱門啊。佢排個4檔，嗱睇翻佢已經上陣13次，只係贏得1場頭馬1個第2。呢啲澳洲嘅短途馬4歲應該就當打，但係當打都只係贏得1場，咁變咗佢嘅能力都係有限公司。嗱睇翻較早之前潘頓未墮馬受傷啊，咁變咗呢，佢喺2月至到4月就上陣偏少喎，咁等都等到潘頓復出嚟到騎，但係都係嗰句13場嘅比賽只係贏得1場，1個第2，2個第3，亦即係話呢隻馬呢個表現易為難出頭，即係冇乜冠軍相，同埋佢嘅跑法要留住追一段，拿捏得好，佢嘅短暫嘅衝勁先至能夠跑得更加出色，所以呢，有啲難度嘅。佢贏馬贏個短馬頭，跑第3輸條頸，輸半個身位，即係要好靠騎功嚟到幫助，先至能夠發揮得好。即係呢隻馬嘅材料有限，就係咁啦。3號馬叫做運來五寶，排7檔配火車般，隔夜飛10倍啊！嗱，睇翻呢隻馬嚟香港2個季度，初養喺鄭俊偉馬房，今個馬季跑2場大敗之後，轉頭由達榮馬房，咁隔咗2個月再出呢隻馬呢，逢出就必搏，逢出就跑近啊！證明呢隻馬係有一定質素，只不過養咗喺鄭俊偉馬房嘅時候比較蹉跎歲月，燉馬，即係將隻馬呢
一路減到適當嘅時候先食一場，跟住又輸幾場，又適當時候又贏一場，就係咁樣啦。咁但係馬主啊唔等你喎，嘥咗我隻有潛力有質素嘅馬，咁啊轉馬房啦，咁啊轉咗去尤達榮馬房，跑輸2場，第3仗已經喺阿潘明輝胯下贏馬，一贏就2場啦。咁啊最近有少少回落咗，咁贏咗馬呢2場啦，始終佢嘅質素呢都係4班嘅材料。咁自從贏咗2場，佢個副榜亦都增加咗，近幾場孭134、135磅，對於呢隻馬嚟講呢，都係一種負擔。依家佢個評分58，今場嘅副榜就133，咁啊對住嗰隻新力，佢要讓9磅，而佢呢就7檔，新力就3檔，似乎新力就機會就好啲。跟住2號3強排個12檔，隔夜賠率67倍，位置飛到12倍。咁啊，無謂撳入去嘥各位寶貴嘅時間啦。咁啊，跟住睇1號叫做起旺區。嗱，我會咁睇嘅，佢係澳洲6歲馬，上陣37次，贏咗4場頭馬，4個第2，6個第3名。睇遠少少，前一個馬季唔係上個馬季，佢前一個馬季喺第2班比賽，當時80幾分，佢。前一個馬季即係講緊係4歲，而佢喺3歲，3歲贏4場，而喺4歲呢已經冇進步。當年啊，仲跑呢個4歲經典系列嘅3關，1600、1800、2000都跑，結果2000嗰場都輸近啊，證明呢隻馬喺4歲喺呢個2班都仲有能力嘅。佢啊，該個馬季啊跑咗好多個第2、第3名，難再出頭。咁啊，上個馬季出得比較少啦，只係跑咗大概11場，而亦都呢只能夠交出1個第2、2個第3。始終呢隻馬呢認命啦，年紀又開始大啦，咁啊喺2班、3班都唔夠跑，咁點算好呢？佢已經有3個季度冇再交出頭馬，方嘉柏點做好啊？梗係全力減分啦！咁呢隻馬咁忠心咁準成，點先可以幫佢減分呢？就係幫佢報跑一個唔適合嘅場地，就係跑泥地啊！你睇下佢今個馬季上陣唔多，只係跑咗8場，到咗季中接近季尾，可以得以保留較多嘅體力嚟到應付比賽。始終佢成年已過，已經6歲。今個馬季跑8場，有4場跑泥地，原因就係希望佢跑得差，減咗嗰啲分數，落4班，幫馬主增添勝仗。嗱，終於呢，今場啊，佢冇錯係孭個135磅孭頂磅，但係佢排個5檔，擺入布文騎上去。今場唔係搏，我就真係唔係好相信啦。如果佢搏殺失手，跑第2呢，起碼都加2分，咁啊60分加2分就62，咁未上返3班，咁咪又跑位置。所以今場呢，佢一定會全力搏殺，增添勝仗。所以總結呢，第5場啊，第一選應該就係揀11新力，因為佢輕磅檔位又好，跑法又機動。而1號起旺區點解唔係擺第1？點解要擺第2？因為佢真係3個季度都冇贏過馬，3個季度3年啊都冇贏過馬。你揀佢，我哋要佢跑第1啊嘛，咁先得噶嘛。咁佢3年都冇跑過第1，咁係咪應該將佢退而求其次，擺落第2選呢？個意思就係咁啦。咁啊，有冇第3選呢？應該就冇嘅。好啦，最後呢，就同大家翻轉頭睇翻三寶嘅頭關。嗱，三寶頭關呢，4班跑呢個1650米，出馬12匹。我第一隻呢，喜歡5號馬，佢叫做綠色好景啊，排個10檔。點解我會揀呢隻馬呢？嗱，因為佢呢，初喺3班上陣表現就曳啊，差不多跑包尾啊，亦都輸得遠啊。但係1槓4班即刻做功夫，
一場跑得比一場好，同埋針對翻跑谷草1650米，所以上場呢留到比較後，因為檔位差嘛，11檔有一條直路撲上嚟跑第二啊，輸個短碼頭，贏唔到。今晚田泰安冇份上陣，俾阿布文做替工騎，會唔會留翻俾田泰安先贏呢？定係布文冷手執個熱煎堆，行運醫生醫病尾？咁綠色好勁，應該就要揀嘅。好啦，第二選呢，我會揀9號華美之威。嗱，可能呢隻真係冇乜冠軍相，但係換嚟一個好嘅賠率，因為佢上陣12次，最叻跑第二嘅啫。嗱，嗰個第二都要輸俾頭馬2個身位，因為佢嘅跑法比較機動，佢會放頭走。而最近2場都輸，最近2、3場都輸。咁但係今日佢11檔，如果佢放頭走，前段用咗倒力，末段又無以為繼㗎啦噃。嗱，道理上就係，但係今場我逐隻馬睇過晒㗎啦。普遍嚟講，好多隻都揀唔落手，好多隻都揀唔落手嘅時候，而佢係放頭走，變咗就着數咗呢度啦。因為大家都水皮，變咗佢放頭走，你追我好過我追你啊嘛，所以佢有權會跑得好。所以第二選係要9號華美之威。最後揀多隻，今場揀3隻。3號龍船快，希威森騎。嗱，希威森騎呂健威嘅馬偶有佳作。我好記得上個馬季呂健威未贏咗冠軍練馬師寶座，而上個馬季阿何澤堯亦都曾經有1段時間、2段時間又係受傷嘅。咁變咗希威森臨危受命，上年幫阿呂健威贏咗好多場頭馬，亦都好關鍵嘅勝負贏咗。咁變咗阿呂健威久不久都會有啲好嘢益阿希威森嘅。嗱，龍船快已經7歲㗎啦，今個馬季初喺4班贏，跟住再跑多一個第二，加咗2分就61分上3班大敗，最近2場落翻4班都輸嘅。咁但係始終呢隻馬喺4班隨時有能力跑得好，而今場都話啲馬比較水皮，而佢嘅跑法係機動擺前走，咁變咗有機會就會跑入前3名，甚至乎對手有啲咩差池，佢就爆半冷門㗎啦。咁三寶嘅頭關整隻10零倍嘅馬，例如華美之威11倍，三寶頭關跑隻11倍嘅出嚟，咁變咗後邊咪好分好多，因為你尾關揀咗一對熱門啊嘛，咁頭關爆啦，都唔算飽11倍啫，咁三寶咪變得好分啲咯。好啦，次關即係第4場，出馬比較少，2班跑1650米，大熱門大衛希斯配潘頓嘅太陽勇士，呢對組合再加埋太陽勇士最近嘅表現，今季佢由3班贏上2班，上場都跑第3班跑谷草1650係佢最佳嘅路程，亦都得到3場頭馬2個第2、2個第3名，表現相當好啊！但係今場係要對住啲準2班馬，佢個副榜輕啦，有隻準2班馬跑谷草165018都係專家，不過咩135磅，佢叫做喜連勇敢。今場咩頂磅啊？班德禮繼續騎。睇翻較早之前佢係跑谷草1800米，當晚係1月8日，即係1月杯。佢1月杯跑1800，其實就長少少嘅。其實呢隻馬跑谷草1650就比起跑谷草1800仲好啊！咁你擔心佢135磅？我反而唔擔心喎。呢隻馬已經累積贏咗5場頭馬，佢仲係5歲，仲係好當打。今場睇下邊個叻啲啦，我就揀一隻，慳翻啲注碼，揀一隻得啊得，唔得就算數啦。如果你都係要揀埋太陽勇士，咁你揀下咪揀埋加州動員，揀得兩揀咪揀好多隻，咁你個注碼就增加咗㗎啦。我揀一隻，得唔得都算啦。頭關我揀3隻，博
兩隻10零倍嘅馬，博好分。第二關我揀一隻，咁啊慳翻啲注碼。尾關揀兩隻，咁呢條三寶嘅注碼只不過係6注10蚊買，都只不過係60蚊，輸咗有5肉赤，輸咗未一餐晚飯嘅價錢啫，可以啦啩 ，OK 啦啩。但係如果頭關10倍中，咁啊10倍啦。第二關起連勇敢應該唔會有6倍嘅，我當40幾蚊就當4倍啦。咁啊10倍乘4倍咪40倍咯。咁尾關跑咗3倍出嚟，咁啊40倍乘3倍即係120倍，即係呢條三寶嘅派彩就係1200蚊。如果你買60蚊，順利贏晒3場頭馬，就收翻1200蚊，係咪幾好啊？相當好啦。咁當然頭關要跑隻10倍出嚟先得，而第二場一定要跑贏，你尾關先至可以叫兩飛，12隻馬叫兩飛，就係咁啦。好啦，今集節目就嚟到呢度啦。咁今晚直播見啦，拜拜。